上车来做事。哎，我姑啊，走路都没声音，吓我一跳。来找你玩呢、啊？在找我玩哈？那怎么敢呢？要这样捏走捏班呐。哦，哎呀，这个是艾草吗？对，艾草。我摘掉会转去，等它来请小罗做捏班，带掉会转去本阿婆身。那我要帮你。好啊，人家搞唔用的摘。好，就这样，安尼暖的有冇？捏起来，哎，重点，哎，啊，像样暖的有冇？就听捏起来，捏起来，哎，炸起来。它其实闻起来没有味道，其实它有一个独特的味道，比较淡，对，淡淡的，对。这个差不多，人就拿过来做菜包。哦，好久没回苗栗，苗栗真的好舒服哦。对呀，你小时候大家都叫你哇姑，你还记得吗？现在还是一样叫你哇姑。我跟你讲，现在全世界只有你们会叫哇姑，真的。阿姨还有阿婆他们，对，其他小时候没有人叫我哇姑。是哦，小时候很可爱啊，在阿婆家啊都会帮阿婆顾槟榔摊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以前就是把它当扮家家酒。因为我记得阿婆那时候超忙的，因为附近都是军营嘛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那里很热闹，人非常的多。对。然后我就记得她以前做很多，就是门口最前面那边是槟榔摊，然后还有串冰机，然后里面就都是位置啊，然后阿兵哥吃饭的地方，然后在后面还有游戏间，什么撞球台那些打那种大型的电动那种的。因为以前阿婆就说你去，我以为。那真的是扮家家酒，我现在还觉得他从小就训练我赚钱。那你帮阿婆顾槟榔摊，卖完他有给你抽成吗？你讲到重点了。然后我那时候呢很红哦，就是很红，阿兵哥们都喜欢找我买槟榔，所以我生意特别好。然后因为可能没有人是小孩子在卖槟榔吧，我在想，然后呢他们跟我买，然后有一天阿婆就说：“我跟你说。”你卖一盒，我给你10块抽成。然后呢，他就是早上就会给我一个空盒子，然后呢，我到傍晚就是摊贩都结束了之后，我那个一盒是满着。然后呢，因为我想要他就是赚多一点，我就会开始就是招揽生意，就是要不要再一盒，然后再一盒啊什么的。然后我就这样开始赚钱，然后很好玩。然后他也没有把我钱收走，他就说你就可以去买什么零食啊，买烟火啊，干嘛都。小时候就是这样子。以前阿兵哥们他们都会就是有时候会买小礼物给我，然后还有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阿兵哥会吹口琴给我听，就是那种口琴呢。然后我以前就还有借来玩，我就觉得那个好酷哦，为什么他们都会？就感觉他们什么都会。然后呢，在后面的那个撞球台，然后有时候他们在那边玩嘛，我就去端个水，我端个水，然后就哦谢谢哦，然后就会给我零用钱。是哦，所以我以前在那边捞了不少。长得可爱有差哦。但我不知道啊，然后但我就觉得说哦很怀念。啊，我记得细细吼，身体无嘛吼，我气喘啊嘿。啊，阿婆就特别就会南灯水木，因为你按部头会水唔好，按你穿啊去的时候，我记得我一定要他拍我，对，就是我不知道是安全感还是怎样，就是嘿啊，佢就会按你同南灯吼，按你扑金扑金扑金扑，按就会甩脱按你，对，嘿啊。其实小时候有一段时间，我一直把阿婆当成我妈妈。也係啦，因為大部分都佢哋照顧啦。對啊。佢一下阿婆一下吼，年紀咩大嘅，一下冇長頭髮，身體暗頭，一下年紀咩大嘅。他現在還好嗎？他現在是不是沒有辦法出來外面跑？佢一下吼沒有人照顧，嗰時候我都沒有請人照顧佢，所以人家就吼有限可以多轉來到佢了，佢咩當上人家就啊。
特别就我啲个念讲啊，我姑啊、嘟嘟啊，也都要转来无安尼。真的哦。系啊，好啦，好啦，我他叫各位转来聊哈，安尼请个小罗。哦，对，我忘记小罗了。对，我们还要做菜，对啊，一直聊下去。对啊，时间差不多啦，按过来，过来请记的啊。等，我把这个喝掉。啊，啉太记，啉太记，按过来。小罗，我们来了。嗨，很久没看到了。嘿啊，你做嘛？也还要做个捏板的。捏板哦。斑马。哦。对啊。嘿哦。捏板的斑马。哦，你也都多有装好，你就吃看呢。我等下称的啦。嘿嘿嘿，你好。你好。台北好了。好。艾草的这个汁液好多哦。对啊，它会出汁啊，会出水。那我现在就揉，我就揉。切记。哎，慢啊。切。哦，很硬哎。啊。哇塞，没按过哟。对啊。这有没有什么诀窍？诀窍。做一直捏就是了。一直捏。诀窍就是用力。对，诀窍就是用力。你看起来很轻松哎。对。可是我觉得很难用均匀哎，你那个好像捏很久哦。哎，还好，力道的问题。力道。你体位问题。对啦。对。来。你手工了，做的很久的。对。听听的人吧。哇，我可以加点水吗？重的啦，我用它，对。你啊，等它艾草给捏就会出水啊。对。他有耐心的喂，哎。听听的啦，不必慌张。对的。你都从第二鋪嘅台就做嘅哈。对啊，我第三台。第三台嘅哈。对，第三代。你做捏板係要做乜嘅？做一道哈。一道哦，係啊。有做萝卜板、甜板，像你下要過年咧，做甜板，佢說做甜板、鳳條板、萝卜板、鹹板嘅一啲。這麼多。對啊。全部都包起來做嘅啊？冇啦，還好啦。總之差唔多，人都包出包了。安尼哈，按做得咧。即係安尼啊，做得咧。做得哈。加強一下。加強一下。那小李，嘿，你那個狗牙就做哦。他是你怎麼？讓我好朋友啊。好朋友，對，打麻將認識的。沒打麻將我就不會打了。對嘞，你會打板的，天天不會打麻將。大半。對，這個就是哎呀，他講你講嘅捏板。哎，他講你都講菜包啦，哎呀，等於你講捏板。還有你後頭講嘅炒蛙粿。哦，對，炒蛙粿啦。啊，現在這個皮，按呢半皮就按呢來整片。好，就剛才哎這樣捏，莫捏都太大，唔會爛條。要太大嘛？稍微一點點啦。稍微一點點大。就現在就抓料。哎呀呢，料會不用中間。料要多少？這樣子。料誒，這樣就太多一點，好，就這樣可以。哎呀，我你做得冇？可以。做得好。好，做哎呀，你順風嘅皮就嚟捏起啦。哎呀，酥熬得咩？人都皮到捏落去。捏。蠻簡單。蠻簡單哦。有點難。啊，各位咧。各位，哎呀，以前迄咩講？你講誒竹籠板。即安尼地洞哦，安尼捏一條，落安尼切。啊，頭擺係安尼啦。哎，以前都你講誒。哎，很好。對。竹籠板以前是這樣的，哎，啊，以下都全部都簡化誒，就安尼。哦，只要圓圓，現在就圓圓的就好了。嘿，安尼都較夾啦。這樣子，走得嗎？可以。啊，你沒做得哈？可以，你看就稍微來給
较扁的喂。对。你看我是圆圆的。哦，好好。哎，安尼买嘛？好。吞日干用学的哦。哎。一下就拿来小罗蒂亚做。第三胎的。第三胎哦。创始人在这边。哦，创始人。阿宋没几多岁呢？唔可以多岁。70出嚟吧？有冇？80人了。80人的呀？还按天哦？跟阿婆差不多。那你身体动好呢，动天呢，哎呀，你做得冇？可以。可以。而且气色很好。对对，还会做。比俺呀还较会做。阿姨，我问你哦，做这个你有没有职业倦怠过？哦，做多了就会哦。刚刚你儿子说这一缸大概要300颗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一天要包几缸？最高纪录的话，5、6盆。哦，5、6盆哦。对。很辛苦哎，一整天。那几日都要起哦。还要储得了饱啊。哎呀，辛苦。真的太辛苦了，做案的真运动辛苦。会呀，也唔免讲单枪周呀。而且重点哦，包只是一个步骤哦，对，前面还要备料，然后还要炒料什么的。好，哎呀，做的差不多了，那整后就油湿了。好嘞，好嘞，我把我这颗包完。那个萝卜它越大，它这个冒出头的地方就会越多。哇，亚条很僵，这个要给它转一下吧，松一下吧。用一点点容易啦。哎呦，哦，你看嘛，哎呦，你们怎么那么大根啊？对嘞。那我这怎么办？要塞回去吗？动次动次，快做事。哇，可以吃的，来，吃卤料，这样整啊好哎。对呀，是宽的，是热的，热腾腾的，对对。短 Q， 所以要短 Q。而且不粘牙哎。对，那样顺米的，然后笋也冻好食咯。真的。给南浦人第5、6个哈。怎么转啊？婆婆，我要吃炒阿粿。对啊，料的超懂香。皮又薄，馅料又多。对，就是咬下去就是满满的。好吃。好喝。你炒呀料的用的炒喏。呀吼，咩要一太功夫了，你萝卜丝哦，冇细香了哟。讲讲丝都不沙沙啊。后尾就一般就有猪肉，有铁骨瓜，有虾仁嘞，虾皮哦。哎，个跟那葱酥，有葱酥，哎，后尾还有加一些个呢，胡椒粉。啊，对对对，有。懂好食咯，小弟姐，安子西哦，就安子西。啊，顶也就今日而来，啊，准备较大条嘅拌的，拌皮啊，拌皮啊，阮也就带状鱼吃宽的，吃够宽的。好啊好啊，等下来做面疙瘩。对，那也得哎也得，等下就。所以对啦，好吗？你好会要东西。还有那个朋友们，可以呀，对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安子谁？安子谁？哎，谢谢。安子谁哦？谢谢。刚来的就过来了。好，我也拿来了。哇，阿姨这里好漂亮哦，都是竹林呢。对呀。你怎么没有带我来过这里？你就那么少回来，你常回来我就会带你来玩啊。而且我刚才看到那边都有好多狗在那边跑。对啊，不知道是不是这边的人乡下啦都会养狗啊。对，我还记得以前在阿婆家，阿婆带了一只狗给我，黑皮，我真的好想它。可以啊，你试试老给亲后。对啊，
而且我那时候回台北的时候，我最痛苦的就是不能把它带回台北，不能够养它。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一段时间，我是天天打电话给阿婆，然后跟他讲完之后就叫你赶快把电话给黑皮，我要跟他聊天。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给他啦，反正我就是一直对着电话一直讲，跟黑皮就是讲我在学校怎样啊，什么什么发生什么事情。对啊，黑皮又懂玩。对啊，而且我觉得我真的好想它，只记得它是黑色，对，然后它的尾巴是这样 Q 的，因为我每次都会把它尾巴拉直，然后放手，然后又弹回去，就嘟嘟嘟卷回去。对。它是很小只的时候，人家就送给阿婆养的。我记得阿婆说交到我手上的时候，它没有张开眼睛哦。是，它张开眼睛第一个看到是我，所以它会以为我是它妈妈。对，哎，你不要看黑皮这样，它不是一般土狗哦，它是高加索犬呢。真的，它是个有名的名犬哦。我从来都不知道它是高加索犬呢，我一直以为它土狗哎。不是，它不是台湾土狗哦。就是很多的回忆，今天来都涌上心头。对呀，对啊，而且我还记得以前啊，你女儿啊，哦，依文跟小乖，就是她带我，就是到处去走跳。带你去哪里玩？军营旁边不是有那个，你记得？就是有像我知道800障碍场，对不对？对，500障碍场，就是它那边有什么独木桥，对，而且是很深，有那种深沟，然后那边比赛走，然后还有那种什么天堂路啊，然后我们还在那边匍匐前进啊，而且对面的那个军营的阿兵哥有那种站哨，就一直看着我们3个女生在那边玩，就是我印象很深刻。然后每次回去都玩得脏兮兮的，可是阿婆也不会骂我。对啊，都嘛是这样，乡下长大的小孩。哎，对，阿姨，我们走了很远的路，我们到底是要去哪里啊？等一下，我带你到我朋友那边去，他们家还有种一些菜呀什么的，待会我带你去。请了哎，哎呀，阿姨好，阿婆好，欢迎，绑萝卜嘞呀？啊，我在拔萝卜啊，拔萝卜，拔萝卜。哦，哎呀，你顶个老阿姨用的认识的嘛？我不知道哎，我的之前去花莲寮的时候，又是玩的，又是玩的，吃喝玩乐，吃喝玩乐，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啊。啊寮啊就董硕士啊，特别就为了给他散风散米啊，行路啊。哦，你说你上礼拜有来，就是这里？对，我不止上礼拜，我常常来，我来了很多年了。对。然后我们就会去爬山啊，走路啊，回来就会到他这边来。蹭早餐吃啊！真的、哦？对啊。那我以后要来蹭。欢迎。哎，这真的是开心农场哎。对呀。你还种了好多哦，萝卜、花菜、结头菜，结头菜、炒面菜、大白菜，哇，红萝卜、香菜，马上就有。哇，好厉害哦！这叫随便种，我没种。那个萝卜它越大，它这个冒出头的地方就会越多。对。所以越长的就是越大的。对，可以试试看，试试看。绑宽啊，绑宽啊，感受一下。那之前有人绑过，哎呦，你要给挑青苔条哎。嘿嘞，哇，要挑很强哦，要给它转一下吧，松一下吧。对，转一转。那看绑给条。用一点力，用力啦！哎呦，哦，你看啊！哎呦，你这怎么那么大根啊？嘿嘞。那我这怎么办？要塞回去吗？不用啊，不用，起来就不要拔出来就不能塞回去，真的不行了。好，那我就放这里，那比较嫩。哇！那给条动态条哦，我看俺要给太条。哎呦，有没有安迪了今天哦？没有，你残害幼苗，按谁条都让它残害幼苗，人家来不及长大。那有啊，有个怂。2、3。
拔起来，哎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1、2、3，拔！哦，这个哦，这一只可以，这一只可以哦。它是不是跟别的卡住了？没有，我还以为是很大很大的。总可能看到哦，要跳动开跳。哇，哎，要小心那个刺，嘿，有毛啦，会冲人啦。等下会冲人哦。哦呀，这top开跳的，人家这片有毛，你看，哦，给跳，有，给跳做的，给跳做的。种自己吃，对的，所以还要炒年菜啊，还要炒年菜，那不用要啊，不用要，那再转一对的。我们等下就下去直接做来吃。哦，教你怎么卤老配的呀？啊，太好了！你阿姨都把我家当做她家，对的，很方便。阿姨，难怪你都不用去市场，这里就有啦。自己种的都好。所以闺蜜要多找几个。对的。你细细切切的。哦，切的做的卤诶，切好啊，哦，做腌制萝卜，哦，般是对切，再这样子，按来切了，先按来切，先切片，切长哎，哦，越长越好，是不是？不是，长的它面积比较宽，所以它吸收那个腌制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入味。对，好，它黏咪啦，黏咪。而且我以前很爱吃这种腌制的，吃看呢，客家人就会做这种腌的菜。而且我以前以为全台湾都这样吃，后来才知道原来只有客家人这样吃。对，所以我就很喜欢腌萝卜。你抄。大等，梅干菜啊，干嘛太混一些的呀？落去，切落去，切落去，怕唔是姜里通啊。没有，怎样？做的，那你没做的，打车啦，它其实那里因为它这样比较稳，这样比较安全。哎，对，做的，这个宽度就可以。我也是有在切东西的啦。对啦，天天的哈。没有天天的，是你们让我紧张。天天的就是慢慢的。哦，天天的，我以为说我天天的，我对这个字很敏感。你天天的，那天天是你的本性。你就大小差不多，可以。有一点点。我感觉到你要跳出来了，有人要跳出来了。你是不是受不了？因为你知道阿姨她以前是可以切凤梨，然后皮不会断的。哦，我有听说过这个传说。来，改天买一颗凤梨给你切切看。她很会切。阿姨，干嘛？你带钻戒？你带钻戒切菜是不是很特别哦？不会影响料理。对呀。我的眼睛都在你的钻戒上面。然后盐巴，那接下来是先下盐巴，要给它去腥。好，盐巴要多少？来约了哈，对，因为它只有2颗而已，所以我现在再来一些，需要给它稍微按卤啊腌制一下，但它去腥，盐会洗脱吗？都是盐要倒脱哦，盐水要倒脱，盐水要倒脱啊，因为那个涩味才可以，才不会在里面，所以盐水要把它倒掉，对。卤几多日这样做的？普通卤都3天以上就做的是的，3天。对你3天以后就比较不会有辣味，这个就是腌半天以上的哦。你看颜色有点不一样，腌半天才可以。对。放其他的东西，所以我就这样子之后，我就先放，你就放着，然后放了半天之后，它就变这样。对，所以我现在要放这些东西进去吗？对，先蒜头是吗？对，蒜头跟辣椒来，那蒜头下去，辣椒下去，就把它拌一拌。哦，我很会拌，这个你会拌哈？好，来把它拌。但我有一个疑问。因为我妈她都是用手这样抓，也可以啦，也可以的。啊，夹夹就爱夹夹落糖水，落糖水跟醋。喜欢酸一点就多一点，这样子不会。拉，丢啊拉拉。
2汤匙。那你糖水也可以进了。嘎落去呀？全部吗？不是，先一半。再来一点。我现在对量一下。对。这样吃。好了。你还会再出水没？喂，你还会出水。好啊，安尼就做整个管的地度的。哦，安尼我要好味嘞，很简单了哈。对的，没。哦，香，很香，都是那个醋的味道。对，的蒜头跟醋的蒜头醋的味道。耶，就是大功告成，瘦起来。好了，完成了，放3天就好了。哎，3天，对，哎，3天就不会辣。可我现在好想吃哦，真的，来，马上帮你准备。哦，这就是已经做好3天的，超过3天的，颜色有比较黄一点。还有，好什么？好什么？好脆哦，而且很入味，呱的，酸甜的，好什么？好吃，好吃哦。客家的这种腌制品，这种酱缸好吃，文化真的很厉害。是辣嘛？是辣的，做嚟做出嚟哈。哈？係啊。哦。中嘅幾多日件色啦？乜㗎？你談唔識？談唔識。你做劈香嘅啊？好啊，炒蘿蔔嚟啊？我要吃一口。哦，好嘞。按好色了。我觉得过年在苗栗真的非常的有气氛，然后他们打麻将哦都是开着大门哦，然后我就经过只是看一下，他们就说，哎，妹妹啊，来，就叫我进去跟他们打麻将哎，然后说我不会，他说那要不要一起吃晚餐？我想说也太热情了吧，客家人就是好客啊。动吃，快做事。阿姨，我们现在第一道菜要做什么呢？那一下嚟講做一項很多飛羅劈，哈？飛羅劈，飛羅劈是什麼東西？呀，客家人才會食的菜，燴蘿蔔。你說客家人才會吃的菜？對，但我沒吃過。蘿蔔呢，像在這個季節就是很多，那很多呢就會把它皮削一削，削好之後呢，我們就會放進來煮。哦，放到這裡，對，煮熟。對，先把它煮熟。好，啊，這已經有水滾了，已經滾了，我們就把它放下去。好，放下去，然後蓋好，讓它慢慢的燜煮。所以煮的時候呢，火不要太大，對，火不要太大，讓它慢慢燜煮。大概半個小時之後，然後就煮好之後讓它燜着，然後蘿蔔呢就會軟，軟了之後呢，我們就可以好。我們現在看到這些配菜有這個蒜苗，然後蒜頭、辣椒跟香菜，就這樣。對，就是它要吃辣的話，你就可以多放一點辣椒。啊，為什麼我沒有吃？其實辣椒也是配色用啦。好像我們就辣椒切一切。阿婆也有做過啊。我怎麼不知道？我不是客家人。哎，那我要幫你什麼？你媽媽可能也比較少會接觸到這種。她沒有做給我吃過。對。這只有客家莊在這個季節蘿蔔盛產的時候，對，才看得到這一道菜。然後我們切好之後，就這樣，蒜頭就2顆就好了。對，然後這個蒜苗呢，我們就斜切。其實呢，我也會切東西哦。是啊，好，那來給你試試嘍。好。然後呢，對，我把這個不要，這個去掉。綠的，不是不要，這個後面這個黃黃的不要，然後這邊的部分呢，你就是這樣切就可以了。好，切那裡你不斜切？對，不斜切。哦 ，OK，可以哦，可以，好，可以，那香菜呢，其實不用多，它只是一點點綴，對。哎，飛了。香菜呢就要切成
末，末，对，细一点，对，就是好。我们炒好之后呢，再把它撒上去。好了耶，那个就等它再焖煮一下。备料好快，这个备料很简单，这个是我遇过最快的备料了。是哈。对啊，时间好像差不多。对，这料也备好了。你就来看一下。好，看一下。哦，滚嘞。哇！要煮按叫做得嘞。好，安尼夹起来。好，准备冷以后，你就做的来切嘞，泡在位。炒的时候吼，才会看咪咪。要这么小，我以为会像喝汤的那种哦，冇，要调太低，这样切泡泡的。各位，像细细的时候有冇？那就差不多小学的4、5年生就会学煮菜的，因为头摆阿婆做生意吼，无限好煮本来就熟啦。妈妈也跟我说，她3年级就开始做菜。系啊，头摆我记得，上学要做菜的时候，要煮菜的时候，有摆煮个么个煮菜挂糖啊。对。但他娘讲我转来食饭呢，我煮好我就丢出来。娘讲就食，点咩无讲，样诶，伊就讲伊好食。我去甲去添饭食的时候，我这样吃到，娘按咸都有点，嘿呀，咸都有点苦哦。娘讲咩唔会讲乜嘅，外公就把它吃掉。点咩嘿安尼就点点咩就可以拿来食开嘞。那你第一个学会的菜是什么？该不会就是这个吧？第一个，你要说小学的时候吗？对啊。其实忘记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那你猜我第一个学会的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你猜猜看。荷包蛋。哪是啊，荷包蛋！我告诉你是客家小炒，这么厉害。因为我爱吃啊，而且妈妈教我的。妈妈说是阿婆教她的，可是呢，我发现我吃妈妈的、跟吃你的、跟吃阿婆的味道全部不一样，都不一样。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不是师出同门吗？怎么都不一样？对嘞，就我跟你讲，阿婆的很咸香，对，妈妈的比较甜一点点。是啊，那我的嘞，没味道，有味道，讲不出来，适中。好，然后热锅了，好，我把火开大。那这位啦，蒜头就在冰落去，先别给它。你来，你用用看这个。好，蒜头的味道开始出来了。我最喜欢过年的时候，因为大家都回来，然后聚在一起，对，就是吃那种年夜饭啊，这样我觉得那感觉很好。而且我记得你们都是整桌的，还分2桌。对，因为人多嘛。对，好倒进去，这样爆香之后，就可以把还有一个萝卜放进去炒了。但是萝卜不能搅吧？它会烂。可以，但是你要沿着锅边搅。对。而且你刚才讲到过年，我觉得过年在苗栗真的非常的有气氛。对，因为很热闹，家家户户然后都在打麻将。那是一定要的啊！而且常常你发完红包你就不见了。对，我就去打麻将了。对，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很有趣，我就想说去街坊那边走一下，然后就是感受一下小时候的氛围。然后他们打麻将哦，都是开着大门哦，然后我就经过，只是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他们就说，妹妹啊，来，就叫我进去跟他们打麻将然后说我不会。他说：“那要不要一起吃晚餐？”我想说也太热情了吧！客家人就是好客啊。颜色好看。它配料也很简单，就酱油咯。好，就这样一点点而已。对，先一点，看它的颜色怎么样。这看起来会翻一下，不是很上色哦。不会，你还没有翻到。为什么今天一直在做这个动作？炒菜就按你啊！好啦，来，我加点盐巴。我发现它开始出水了。还好，对，这样还好吗？对，好，那现在这样子就 OK 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起锅喽。起锅，那我关火啦。好，
啊，真的不用试哦。来，这一道就完成喽。哦，闻起来是很香哦。对，很香哈，很香，很漂亮，好，很漂亮。 OK， 想不到我多学一道客家道地的家常菜，菲罗佩，菲罗佩，哎，没错。有没有看起来？看起来就是欧贝切啦。我说有没有看起来很像，就是很厉害什么欧贝切？我觉得就是一个厨房不能有2个女人，是吗？我跟我妈就是我永远就猜，让她可以有2个少女。对，可以，所以你是少女。动吃动吃，快做事。接下来呢，要做的就是面疙瘩了。面疙瘩，好。阿姨，你还记得吗？这个是从小罗那边。哦，对，我们今天去那个小罗那里，对他揉的面团。对的，颜色这样好漂亮哦，因为我通常都是做白色的。对，一般我们比较常吃到的都是原味的。对啊，所以我们等下就用这个4色的来做面疙瘩。好啊，好啊。然后料呢，在这里一定会有干香菇。对，因为这个要爆香。对，红萝卜啊，然后还有这个虾米啊，这些都是基本的。红葱头啊，红葱头对，都要有蒜酥这样这些东西。其实这个配菜呢，就是看你喜好，喜欢吃什么就放什么。你说到重点了，我妈有时候会有猪肉丝，她说那是看她股票有没有赚钱，所以会因着股票哦就可以加料。对，所以股票红红的就会很丰富，很多颜色。但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加过这个啦，就是艾草，所以这个我们就把它当香菜的概念嘛。对。OK， 那我们就要开始。现在我们就先煮滚1锅水，它应该已经滚了，我觉得它一直在打开。对，先把它揉一揉之后，就把它捏成，就是像那个猫耳朵一样，对，然后就丢进去。对，可是有时候其实也不会那么的讲究了，有时候就是这样一块一块的。面疙瘩其实它就是不规则没有关系。小时候啊，我会吃这个是因为我那时候生病，然后呢我就胃口不好，我什么都不想吃，可是又要有营养嘛，然后我就很挑食。然后有一天我妈就说她要用面疙瘩给我吃，然后我一吃我就很爱，我想说这好好吃哦，这到底叫什么？然后她就说这是面疙瘩，然后因为小时候我就会一直记错，我就说它是鸡皮疙瘩，就是吃不下东西，我说妈我要吃鸡皮疙瘩，然后我妈就说你真的很恶心的，没有鸡皮啊，什么鸡皮疙瘩。好，阿姨，我觉得这个量应该差不多，对不对？对，可以。好，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备料。好，哇，这个客家人爆香哦，绝对少不了香菇啊，还有这个虾米啊，这个东西，还有红葱头，这才够味。这几样都是必备的。放这边，然后这个红葱头，看不看嘛？切开腰的喂。好，你是要切片还是切细细的末都可以。切开腰。因为我也会切成。好，这个。给，呀，剥离出来，然后切啦。好。高丽菜我是比较切块状。是哦，对，都可以啊。你呢？你都可以。那我就用块状了。你就青菜啊，你用的切就用的切。就是会吃到一点它的口感。有的它是卡太低。对。有没有看起来？看起来就欧贝切啦。我说有没有看起来很像，就是很厉害什么欧贝切？看起来就欧贝切啦。这是一个感觉，吃这种块状的。哎，对，滚呢，做得嘞，你贴留起来。好。然后铺起来。
冻姜哈，马该色就有。如果我小时候我妈用这么多颜色给我，我更有食欲，对，更有食欲，马上就好了，吃更多。好，来吧。可是我觉得，就是一个厨房不能有2个女人，是吗？我跟我妈就是我永远就推，让她可以有2个少女。对，可以，所以你是少女。可以耶。我们先放香葱头。我们在这里讲她坏话，她到时候看到，她会不会生气？不会。先让它炒，呀，葱要先煸，煸到有点呢熟的感觉，哎，对，煸一下，火较太大。这最大火。这个一起下去炒，香菇下去炒一下，然后等下这个虾米，呀虾米等它那个不用了。好，就是这个声音，的声音来，这个炒，来炒一下。你炒，我来打1颗鸡蛋。好。阿婆以前就是她很常放任我出去外面玩，然后阿婆家那边不是算下面有一条路，然后就好像商店街那种，很多人做生意。对。可是往上走，其实那边是大马路哎。对。然后阿婆都让我们自己在那边玩，然后我们就在那边跑来跑去。那时候我就骑着我的那种小小的3轮车，然后在外面玩，她都不管我。然后呢，那时候已经天黑了。反正后来我就回来，就发现整条街都是暗的，都没有人，全部都关门了。然后因为阿婆家就是靠近在军营那边过去，不是有坟墓地嘛？对。所以我就开始害怕，我想说我要赶快回去。结果一到的时候，阿婆的大门全部是拉下，然后我就在外面一直敲，然后我就在看，这边是黑的，这边是黑的，全部都是黑的。我是一个3、4岁的小孩，然后后来阿婆就开门。他开门看到我以为会被他骂，他就大笑，他就说哈哈哈哈，我把你忘在外面了，你还没回家。可是那一次之后，我就再也准时，天快黑我就回家。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酷的人。他大概忘了你出去玩。对。然后我们高丽菜要放进去炒一下。有了，它已经那个干了。对，已经有香味了。然后高丽菜先放下去炒一下。稍微一下，我觉得就可以倒水下去了，稍微让它有点软。对，然后可以喽，它开始有一点软了。对，然后一点点酱香。这个步骤就不太一样，因为我是后面调味的时候才会加酱，才会加。好，热开水下去煮。好。然后等它滚，这个红萝卜要先下，因为红萝卜比较难熟。对，那差不多，配色就可以了。想把它盖起来，应该会比较快。让它滚。哎呀，滚了哎！对，滚了。然后我们现在来把这个菇，加一些进去，美白菇啊、红喜菇啊，加一些进去，就是自己喜欢的一些配料。好。加进去，好，然后还有这个青菜，我最喜欢吃这个，好，菠菜，对，猪肉全下啦，全下，这个好啊，说哈来，说哈，然后你把面疙瘩放下去，哇，他们有一点点团结，对，他们要回到一开始的样子吗？没关系，我把它拉哎。来哟，肉啊，你就会散开来。我还是习惯用筷子做菜，果然有丙级证照。然后我们来下一点调味料喽，盐巴，就基本就盐巴、白胡椒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咸一点，再多一点，对。芹菜末下去。
菜末，好，白胡椒，喜欢比较有胡椒味就加多一点。这个也是灵魂的，我觉得。对，香葱酥，再多一点，或者是你盛的时候再撒一些。对，有没有看起来很厉害？很厉害哦，很香呢，超越我老妈。来，好，最后喽。好，蛋花也是要稍微推它一下，它才会像蛋花。哦，我现在好饿哦，我肚子好很饿哎。我们这好了就可以开吃喽。耶，示范，好，完成，很棒，好，香。八姑总算好食饭了。耶！呀，家下煮的面锅诶，对，我呀菲洛佩，哎，哇，太香了！来，我觉得客家人很重视吃饭这件事情。对呀，尤其是晚上大家一起吃饭，你看小狗都要来吃饭，赶快吃看看。我们两个爱的结晶，我妈妈面疙瘩。好吃。这面皮很 Q。对，这个咸香是够味的。对，因为我们刚刚有先爆香，所以爆香这个步骤真的很重要。哇，好好吃哦！而且它这个面团啊揉得很好，这个 Q 度有出来，然后有一些那个面香味，懂香，懂好食。你这款哪样？菲洛佩，这个最好奇，它很简单，对，很简单啦。我配在东阳。哦，我妈为什么没煮给我吃过？好吃哈。尤其那个酸的安尼炒锅哈，当香。萝卜的甜，完全进到里面，然后那个香气，它很软嫩。其实我觉得这两个搭在一起很搭，很搭哈。可以。然后它的那个咸香，其实虽然配料很少，但不无聊哎。因为有先用蒜头啦、酸的啊去添香锅，我觉得这一定要加蒜苗。一定我不会吃唔多啦，你配的地方没吃唔多，真的吃不到。要只有客家人当会食，要加香菜更加好食。我觉得今天回苗栗真的是太开心了。今天可以跟你这样子一起玩，然后一起做菜，然后一起让到处去聊啊，去看，更加的了解，就是客家还有我们家的很多的故事。哇，很多东西是我不知道的，是，对啊，太让我意外了。觉得今天这样一整天这样下来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其实这样跟家人一起做菜，然后一起吃饭，是最幸福的事情。我觉得那个，尤其是客家人哦，就是在过节的时候，一定大家都会聚在一起。对，我真的觉得今天有一个遗憾，一切都很开心，最可惜的就是阿婆不在，因为阿婆其实也很好笑。阿婆在的话，会更热闹、更好玩。你阿婆呀，她就抖些呀，就看不方便出门啊。对啊，对呀，就是很难想象她以前跑啊、跳啊，那个嗓门很大啊，小辣椒我还有名哎哦，有名哎，对，苗栗小辣椒，朝天椒。其实为什么有很多小辣椒，细细摘的，动会做。对，你还记得冇？细细和巴顿炒菜呀，对，他都背着我啊，然后照顾我啊，然后让做事啊都没有停下来的。
而且我觉得我可能可以煮一个这个给他吃。嗯，他一天会动腔。嘿，叫做有限就要较接地会转来。嗯，系啊，然后慢慢煮2-3个较接地会转来料。其实我是很珍惜，就是在苗栗的所有的回忆。就是从小到大，我觉得这影响我很深。